大家好，我係老禪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段親身嘅靈異事件，絕對係真人真事。時間係2009年年尾，大約10月左右。嗰時香港經濟好差，好難揾工。我住屯門啊，但係要去石硤尾返工，而且仲要一份臨時工添。嗰時候後生，放工仲要去進修，幾乎每晚都攰到散晒。記得嗰日係星期三，放工即刻去返學。返到夜晚9點半，因為當年我係用西鐵月票嘅，所以慣常係先坐地鐵，再轉西鐵返屯門。嗰晚9點45分左右啦，我就喺石硤尾站上咗去太子方向嘅列車，好快就到太子。佢轉乘去美孚方向嘅荃灣線，因為上返到屋企之後再溫書，趕時間，所以喺轉車嘅時候，我特登睇咗下手錶。大約係9點50分，車廂內好多人啊，逼到沙甸魚咁寬。我又揸住扶手，企喺門口邊。詭異嘅事就喺深水埗站發生。列車到咗深水埗，車門打開，有個短髮嘅鬼妹上咗車。佢着住一條黑色嘅連身短裙，皮膚係好健康嘅古銅色。身材高挑火辣，最搶眼嘅係佢頸後面嘅紋身，一隻富有宗教色彩嘅彩色蝴蝶，好靚，好有藝術感。因為人同紋身都好靚，我忍唔住望咗第二眼，就係呢第二眼出咗事。我突然覺得塊面好似俾人打咗一拳咁，成個人窒咗一下。當我回過神，扭頭一睇，發現成個車廂空無一人，一片死寂，得返我一個喺度。我嚇到個心都離一離，即刻抬頭望向車廂內嘅行車指示牌，一睇成個人呆咗。架車竟然係向中環方向行駛，而下一站係佐敦。我明明係搭緊向美孚方向架車嘅，點解無端端去咗佐敦？仲有車入面嘅人，點可能係1秒之內全部消失呢？我呆咗幾秒，下意識望向手錶，時間係夜晚11點45分。由深水埗去美孚，正常唔使10分鐘。我應該10點10分左右就到美孚，點可能會喺11點45分喺佐敦？嗰下我真係亂晒龍，但係我都冇時間諗咁多啦。因為西鐵嘅尾班車係12點幾，所以我即刻喺佐敦落車，搭回頭線去美孚。今次就好順利啦，趕到尾班車返屯門。之後好多年，我一直認為係自己鹹濕偷望人哋，結果俾人司法整蠱。直至最近，我認識咗一班對玄學有研究嘅朋友，同佢哋講起呢件事，佢哋嘅分析竟然同我係完全相反嘅。佢哋話：第一，靚嘅女人根本唔介意人哋望，你唔望反而係大不敬。第二，具有宗教色彩，有紋喺背部、後頸呢啲位置嘅紋身，好多時候都係用嚟保護當事人，帶有守護同辟邪嘅力量。佢哋認為真相可能係個鬼妹救咗我，其實嗰晚我一早已經俾鬼上身，又或者俾邪魅蒙蔽咗雙眼。車廂入面嘅人、時間、行車方向，通通都係假象，唯獨個鬼妹係真實存在。當時我身上邪氣重，又望多咗個紋身一眼，正正係呢一眼觸動咗紋身入邊嘅符咒力量，所以先會有俾人打咗一拳嘅感覺。正正係呢一拳，將我由幻象中扯返出嚟，令我睇到真實嘅世界。如果當晚冇遇到個鬼妹，都唔知會發生咩事，我都唔知會去咗邊。各位聽眾，你哋又點睇呢？你覺得真正嘅原因係因為鹹濕類事啊，定真係個鬼妹救咗我呢？歡迎喺留言區寫低你哋嘅意見，我哋一齊研究一下。